好，师父您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又讲课，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的讲的课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已经讲到那个发心的那个后段，然后开始要讲那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持方面的课的这个前面呢，我们就是在发心方面呢，就是我们有讲了很多那个菩提心的修持的方面跟菩提心的利益的方面。那当然这个中间来说呢，也是有很多那种那个可以相当也是在《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菩提心的那些那个重要性的这些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就是刚好发心的后段，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边搞一个段落，然后就是可能是安排个几堂课那就稍微再解释一下那个如菩萨行论当中的那个第一品那么在菩提心利益品的这个方面，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将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本书主要就是不光是那种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学习，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作为实修方面的一个课程。所以实修方面的课程来说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发心的方面，发心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发心呢，主要都是在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在这个发菩提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知道菩提心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那么过去的所有的一切诸佛菩萨、一切高僧大德、一切佛教的这些圣者们，那么在整个的在修持佛法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佛法的最终的修持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都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那么菩提心才是最为重要。如果是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修持一个完整的大乘佛教的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修行要了解这些是非常重要。当然大家都知道菩提心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不知道菩提心的真正的利益等等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今天安排在这里可以在如菩萨行论当中的第一品。那么在第一品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如菩萨行论这本书里面呢，就是第一品是最前面的。而且如菩萨行论跟其他很多的书本不同的地方呢，前面呢本身就是所有的佛教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书本都是会有一个赞论五本什么或者是著作的过程当中，著作是谁，著作的他用意的什么，就是参考在哪一个经典或者是哪一本书等等的哪一个法这样的一些这样的就是有赞论五本嘛。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他的那个前善意跟中善意后善意这些来当中来说的，前面呢就是在这那个书本的名称，然后前面还有对这个著作者他自己的主要的就是功绩的对经作为礼数顶礼然后再还有呢就是要著作圆满这本书，为了要著作圆满这本书的缘故下，那么就是在著作的誓愿等等这些还有书本的介绍都有很多。但是如菩萨行论来说的话，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只有吉田菩萨呢就只有两句就圆满了这些。然后呢上面也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前序的然后就是有讲的这些都是比较短。那直接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品就是菩提心的利益品，前面还有那个下面人生难得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但是我们呢就是前面的部分呢今天就不用特别多的解释，但是我们就可以在也不用直接从第一品菩提心的利益品，我们就是前面的部分也可以念一下。那么上面呢就是有在我们就这本书那主要就是那个如菩萨行论嘛。那么如菩萨行论来说的话，就是它的著作者呢就是吉田菩萨。那么吉田菩萨是南兰陀寺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位修行者，就有成就的
就有非常大的成就的一个修行者，但是他平常的这些行为来说呢，那就不像是一个什么成就者，也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会认真学习的一个学生。然后呢，就是每天都是有一点点吃喝玩乐的行为，然后就是都没有什么按照那种那兰陀寺佛学院的规章制度的下面，他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那么的认真学习的一位学生。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同学，也可以说是很多的师兄呢，觉得他呢就是可能是来自是大家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儿子，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好像不太守规矩，然后就是随便在他自己就相当每天都是在来到了那兰陀寺佛学院里面，除了吃就是睡，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认真的学习，这样大家都有点看不起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后来呢，就是大家都为了争他，所以就让他讲法。他从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说到，那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也不是说是因为这个如菩萨行论当初在那兰陀寺里面，吉天菩萨讲这个如菩萨行论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那兰陀寺的这个那些学生们对吉天菩萨本身就是有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信心，或者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会讲课，然后他讲课对我们都会有帮助。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安排让他讲课也不是这样的，他呢有一点点就是欺负他，就是看不起他，然后就是为了消化他，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安排了一堂课让他来讲。就像我们就一个大学里面，就是今天如果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不认真的也不太守规矩的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特别就是故意就是安排一场讲座让他去讲。那么那个时候呢是邀请了所有的那种大学的老师博士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学者跟各种各样的就是人都是聚在一起让他讲的，那就是他会督联嘛。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就安排了，甚至就是真正的在布置，让他那个布置法座这样的时候，都是人呢就是已经故意弄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法座，然后呢就是故意的就是上法座的那个楼梯那些都没有放，然后就大家都觉得看他怎么上去，就很看不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上就是出现了如菩萨行论。到了实际讲法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好像没有特别的注意的情况下，没有看到，只没有注意到他怎么去上的法座，然后大家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法座，然后他开始讲出来的时候，将来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那就没有任何的话讲，辛苦苦苦的，而且大家都才产生了信心。然后后来呢，所有的那些那兰陀寺的学者们去整理他讲的这个法，整理出来的，然后就是有变成好像就是两种的版本，因为就是一群人一起整理的时候，那后来呢就是再有一次的那个确实证实下来的版本留下来的，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有所看到的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这个法本。那么好像讲完这个如菩萨行论法以后，他也好像没有在那兰陀寺，然后他又就是离开了那兰陀寺的以这样的故事。原因是什么呢？他本来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的这个佛教的学问以及他的这个修行的成就，这些都不想让人家发现，所以呢他就是平常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更普通的那种行为。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人呢就是认为他那个比较不认真不努力的，也有这种的想法的原因也是这样来的。后来呢他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智慧品的时候，他都是显出就是能够在空中消失的那种的实现然后后来呢也是没有在那兰陀寺，就是换了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故事。南无
分责任